哦，五指车站的正前方呢，就是配天宫了。配天宫。因为我欣赏美美的花，后面就是图书馆，金针哦，图书馆。哦，政府机关都在庙旁边哦。你看，金针图书馆，还有五指市民代表会，还有忠义宫，正前方配天宫，还有忠义宫呢。图书馆呢，那附近呢很多警察机关、政府机关呐，还有教堂呢，都在这个庙前边。卫生所也都在这里。你看卫生所都在这里，看就在庙的旁边而已。好多政府机关都在配天宫的前面这条路通到车站这一条路上。哦，配天宫快到了，正前方就是配天宫了。你看快到了啊！哦，好美啊，街道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地上的炮摆这么多。新远龙兴堂呢，来到福祉配天宫了。哦，正前方就到福祉车站了。医院将军是没有将军。陈建武。
哦，进香团。进香团要回，进香团要回去了，神像都要过香炉。哇，这烛台，香炉烛台很特殊啊。好美美的香哈，美美的花。哦，2秒，谢谢。2秒，谢谢啊。嗯。
是既然是贵，真的，有什么病痛啊？有什么病痛啊？要这样东西。而且不下去，便利的专线使用，尤其地址可以照相录影，会同时跟众生结善缘，感恩慈悲。